你那么阿爸妈一阵子不，啊就是花花啊啦，你明年过农业谁做那的，别嘛去破瓜比，谁家木家富了哦。你这个谁做那的，别嘛去嘛呢？花过度，去嘛谁做，别嘛去嘛的，别嘛呢嘛啊。如你嘛去破的，谁做那的，别嘛的，别你什么啊咯？这个的话农业，旅游嘛一直爱咪做咯，你我呀嘛去嘛的，谁对嘛子，你我呀嘛咪做咯。你个你嘛啥嘛一直爱咪做不干哦。你大嘛地破瓜做嘛里边，你嘛大嘛地破瓜爱咪做咯。我哩大嘛问你做嘛阿知的，嘛你嘛大，古里边爱咪你谁做那大哦？旅游谈爱咪有这个那的，你嘛啥也嘛大。你那嘛说在其中诶，你得查一啦哦。古里边爱咪，你嘛啥大嘛，体质诶做哦。你诶手里，你得从没提用哦，比别人那过去，你可以落实爱咪做哦。你阿米过去，去嘛比里嘛比，你阿爷过去啥年，古里边爱咪你那谁就那当哦，有旅游的有都可那当哦。你得啥姿势，你得嘛做法嘛，做在的呢，阿里伊尼啥啦。因为在农业，有的阿里那过去有姨妈跟他打忙啊咯。出在这边个，你在阿米亚过去，妈拉贝里呢，你阿姆体质过阿米亚过去，拿到抓拉贝里呢，你今天打嘛过，在主管个打吃鸡瓦里子，你也是就玩呀嘛，出在体容我边个，出在这边里，你在啥子啊嘛，你在你过嘛，你在你婆打嘛，他妈的呢，你嘛过他个呢。阿里大人啊，边个，一万个，你那个啥都做嘛的，一万嘛么嘛问呢？你旅来别里呢，一万嘛收的，一万个你做的嘛破例子啦，有做的哪有破古那大嘛啊咯？我里大嘛问呢，你个谁做那大嘛啊咯？你那个一幅画嘛，他妈的你阿里一年啦，别嘛他妈的有出身呢，你那个做嘛一幅他妈呢，你阿爷过吃别。这么过就你眼嘛啦，你阿米过去，发嘛米提是的你伊瓦里亚不阿边个，一不发嘛对嘛眼，你那个阿听个米做啦我，阿妈问你，你眼一不发嘛就在提着我比，手里有的路木啦那嘛比，如眼谁就那大嘛阿咯，一眼米对嘛的伊嘛可比，你的自家说阿只的眼米，你米一块嘛对嘛的马瓦里子。你个米那个木在谁家边个，啥都没得个，阿听个米多做啦我。特别的个你一块拉贝里呢，特别的个你一嘛可，我嘛听个米有一块嘛，听嘛带的有米一生呢，有那个花里头的有，可是我是对嘞。那罗可是家说你那嘛爸妈一阵子不得阿克什么哇？